有一日，一個銷售員、一個辦事員同埋經理一齊去食午飯。途中佢哋發現咗一盞神燈。精靈出現後話：我可以滿足你哋每人一個願望。辦事員第一個衝出嚟：我要去巴哈馬，遠離工作。瞬間消失。銷售員唔輸蝕：我要去夏威夷享受人生。下一秒又飛走埋。最後輪到經理。精靈問：你想要咩？經理淡定咁答：我要嗰2個人。食完飯即刻返嚟開工。故事聽落好笑，但其實好現實。職場上最危險嘅，往往唔係你唔夠努力，而係你太早表態。有時候，真正聰明嘅人，唔係最快開口嗰個，而係最識睇局勢嗰個。